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尋找爆升股嘅小技巧，以006331國際為例子。自從9月26號以嚟咧，就勁升20%。點解佢會升咁犀利？回歸到佢圖表裏面，我哋可以發現9月26號呢個位置，大概喺7蚊半呢個位置咧，發出咗信號嘅前行追擊嘅信號，引領個股咧最高嘅時候咧嚟到8蚊3。點解佢會升得咁犀利？回歸佢嘅基本面，因為咧集團穩步推進全球化。繼續深耕全球嘅佈局，國際訂單嘅收入咧穩步增長。2025年上半年國際收入嘅一個人民幣咧係達到40億人仔嘅，同比增加5.4%。咁呢個利潤嘅增長點咧係因為大規模嘅呢個數字化、低碳化嘅經營戰略咧，令到集團嘅業務咧穩健咁發展。同埋咧圖表上嘅基本面咧都出現咗倒影力量指標綠色帶放大，以及咧我哋嘅短中共振指標都出現咗紫色嘅量能巴，指標嘅共振推動個股咧出現咗戴維斯雙擊，所以咧先至可以升得咁犀利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連結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